寫作話咁易一，考試就到啦，我好擔心考寫作卷，特別係造句，點算啊？唔使擔心，等我教你寫出豐富嘅句子啦。好啊，快啲教我啦。句子最基本嘅結構係由二數句所組成，即係人物加事情。事情即係講緊人物喺度做緊啲乜嘢。俾個例句大家，就好似妹妹畫畫就係二數句啦。如果我哋加埋地點呢，就變成三數句。句子可以係妹妹在房間裏畫畫。平時老師教大家寫四數句呢，就係最完整嘅句子啦。內容包括時間、人物、地點、事情。我哋將頭先三數句子妹妹在房間裏畫畫加埋個時間呢，就係四數句。下午妹妹在房間裏畫畫。如果想令到四數句嘅內容豐富啲呢，我哋係可以加入唔同嘅形容詞嘅，無論係時間、人物、地點定係事情都好，我哋都可以加形容詞嘅。就好似例句咁，一個寧靜的下午，可愛的妹妹在整潔明亮的房間裏認真地畫畫。除咗加入形容詞之外，我哋都仲可以去描述做緊嘅嗰件事情，令到個句子內容更加豐富。就好似例句亦都顯示俾大家，一個寧靜的下午，可愛的妹妹在整潔明亮的房間裏認真地畫畫。她畫了一隻小貓。句子裏面，她畫了一隻小貓，正正就係描述緊嗰件事情。基本上運用咗呢兩個技巧呢，句子其實就已經足夠嘅豐富㗎啦。記唔記得老師之前派咗一本寫作小秘笈俾大家？呢本寫作小秘笈係校長同埋老師好用心製作嘅，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寫作資料、詞語同埋一啲技巧。希望大家呢平時學習嘅時候呢，都可以多啲攞出嚟睇，幫助提升大家嘅寫作能力。大家打開本寫作冊，應該呢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單元，裏邊都有唔同嘅寫作資料俾大家去參考。1至3年級呢，打開單元1呢，就會見到四數句嘅參考詞語。大家寫四數句嘅時候，都不妨打開呢一頁去睇下裏邊嘅詞語可以點樣配搭嘅。另外，亦都有唔同嘅形容詞，幫助大家呢去豐富句子嘅內容。喺每個單元嘅後邊都有好多嘅範文去供大家參考同埋學習。去到最後都想俾一個小挑戰大家可唔可以根據呢幅圖片嘅內容呢，寫出四數句？如果同學想向難度挑戰，都可以試下用唔同嘅形容詞去寫一個豐富嘅四數句。如果大家接受挑戰，都歡迎喺呢條影片嘅下邊留言。好快1、2年級嘅同學就要考寫作啦，希望呢各位同學都好好利用呢本寫作小秘笈溫習，喺考試嘅時候輕鬆容易做好呢一份卷。